喺泰國 Korat， 一場寺廟火警最後變咗一單網絡大花生。事件發生喺 Korat 一間著名嘅寺廟，起火嘅位置就係喺主持嘅僧房。之後開始有人喺網上轉發，話喺廢墟入邊發現鹹書同埋性玩具。但係當地嘅居民同信眾就反駁，佢哋話龍坡平時生活簡單，個個都見到佢日常生活，冇可能會有啲咁嘅嘢冇人發現。最奇怪嘅係火災嘅現場咁混亂，偏偏呢啲嘢就係喺當眼位置咁易俾人睇到。幾日之後，終於有人出嚟承認啲嘢係佢嘅。一個寺廟嘅司機話呢啲嘢其實係佢自己嘅，之前一直放喺度冇攞走。佢強調龍坡一直正常修行，啲嘢完全同佢冇關。廟方對呢件事冇明確嘅結論，而呢件事就喺網上俾人笑咗好多日啦。